我哋第26場嘅比賽，西貢區端午龍舟競渡嘉年華2026咧嚟到男子笑青龍公開賽 B 組嘅銀杯賽啊！呢8隻龍舟咧喺初賽分別攞到第3同第4名嘅。咁啊，介紹賽道啦，同愛上朋友右手邊對住西貢碼頭數起咧，1號龍喇沙。2號龍漁農自然護理處同人聯誼會，3號龍天菜龍，4線 CMSI 麗正龍，5線今年進步好大嘅 VRC Dragon， 6線對面海大叔，7線創星冷氣飛展龍，8線屋仔龍舟隊。咁啊，唔覺400公尺嘅路程咧，已經係跑咗一半啦，過咗200公尺啦。我哋見到咧，嗱，浪花雖然咧最大咧應該就係3線嘅天菜龍嘅，咁啊初賽係第1嘅，咁但係咧我哋見到暫時領先嘅咧就會係5線度嘅 VRC Dragon啊！我哋望一望先，似乎一隻龍舟係話好遠喎，就4線嘅麗正龍啊！好啦，咁啊爭緊冠軍啦！我哋見到暫時咧有係3線嘅天菜龍，領先咧大概有少少嘅，咁啊衝線翻嚟咧，翻嚟頭先應該第1個係天菜龍，再睇下第2個啦，第4個係咧中間5線嘅 VRC Dragon啊！咁第3名咧就係1號龍嘅喇沙同埋8號龍嘅屋仔龍舟隊之間嘅其中一隊啦。咁我見到咧就一支真係純業餘嘅隊伍啊，就係 CMSI 麗正龍啦。咁雖然每一場嘅成績麻麻地，甚至而家咧仲係喺中途咧大概係250公尺左右嘅。咁但係我哋話最緊要體育精神，順利完成嘅比賽啊，就係第4線嘅 CMSI 麗正龍嘅。好，咁我哋就恭喜晒今日咧就跑得相當好嘅天菜龍，以及咧就係 VRC Dragon 啊！走嘅時候過嚟叫你啊！你喺呢度。你幾耐做㗎？我過去睇個走啊！係咯，我哋見到，喂，好特別喎，女仔帶男仔喎，原來7號龍嘅創星冷氣咧，裏邊有好多女子握手喎。